一黃金週正式展開，唔少內地旅客睇到小紅書上面嘅推介後，紛紛趁假期去到西貢萬宜水庫東壩一帶朝聖，而政府亦都採取咗唔同嘅措施，希望可以疏導人流。我哋而家就身處北潭涌現場啦，不如又睇下遊客們有咩意見啦。我們從惠州過來的，我們準備去麥理浩徑呢。這條線在大陸也很有名的，相當紅。我們這兒已經等了應該有20分鐘。出來玩嘛，就是要接受一切發生的事情。動車好難啊！如果可以多啲巴士同埋的士就好啦。要去那個亞洲最美徒步徑，大概等了半個小時了吧，10點半等到現在，好熱。紅燒肉、案板煮烤肉。雖然政府同小巴營辦商協調加強來往北潭涌同西貢東壩嘅服務，但係塞車嘅情況好似都未能夠完全解決。你而家加幾多架車啊？今日而家18架咯，唔知今日仲多。琴日個個都知道，一驚多人唔理啊嘛。咁但係出嚟呢多的士，就咁你而家已經係咁曬入去啦啲的士。所以其實而家上面好塞車㗎。係啊，我都覺得係要即係研究下。要管制嘅，即係如果你的士可以喺度落，跟住搭我啲車上去咧，快好多。今日咧，我哋好榮幸咧邀請到西貢區區議員李家良同我哋一齊實地考察一下現場嘅情況㗎。大家好，我係李家良，我係西貢嘅區議員。咁今日咧，我哋喺呢個北潭涌呢度咧，就喺呢個小巴站嗰度。咁啊，依家係五一長假期嘅第2日，好多遊客咧喺呢度等候咧小巴咧入去東壩嗰度。咁其實咧呢個小巴9號 A 咧，平時咧係假日先至營運咧入去東壩嗰度㗎。咁啊，經過民政處同各個部門協調啦，咁終於運輸署咧就讓9號 A 咧試辦咧喺平日咧接載遊客進入去東壩。咁咧東壩咧係國家級嘅地質公園啦。咁或者我哋一齊入去睇睇。另一邊廂亦都有遊客選擇直接喺地鐵站坐的士入東壩，不過遇到嘅經歷就好似唔係咁開心。因為我哋兩個都經常過嚟徒步，呢段未試過，咁過嚟試一下，睇睇啲沿路風景咁咯。喺地鐵站搭的士過嚟1個鐘到，1個鐘頭。塞車，前面塞車。因為我哋就未到終點站，佢哋就會叫我哋落車。因為前面嗰度可能限流啊，我覺得應該係。雖然政府嘗試用唔同方法，希望可以疏導人流，但仍然都係未足夠。究竟點做先可以長遠解決問題呢？咁我哋而家咧已經嚟到呢個東壩呢度啦，嗰邊咧就係呢個破邊洲啦。咁好多遊客嚟呢度咧都係睇呢個破邊洲。不過沿途咧我哋咧見到咧就由呢個北潭涌去到西壩嗰度咧，相對咧就闊落啦。咁但係由西壩入東壩呢個位咧就全程咧大部分都係單程路。咁又係好多內地遊客啦嚟呢度參觀嘅關係啦，所以都好多的士㗎。咁你睇到咧呢個的士咧，可能成個尖沙咀旺角嘅的士都嚟晒呢邊，因為我哋呢度咧就唔能夠容納到呢度咁多嘅車，警方啦亦都派好多人喺度咧去舒緩呢個交通。我自己覺得咧就應該喺交通方面咧要做一啲分流。見到西壩啦，其實嗰度咧有個地方都比較大一啲嘅，咁係咪可以啲的士係去到嗰度遊客係轉乘一啲小巴再入嚟呢度咧會更加好咧？咁啊，我哋亦都見到啦，其實大部分設施咧都係設喺北潭涌嗰度，而你個東壩呢度咧，我哋見到咧個洗手間咧係大排長龍㗎。其實亦都冇水機喺呢度提供啦。係咪可以喺西壩嗰度做一個新嘅旅遊中心，去分流啲遊客咧？始終入嚟呢個郊野公園嘅人咧，都係希望欣賞呢度嘅山水景色啊。但係如果係咁多車喺呢度嘅話咧，我諗亦都係對佢哋嘅旅遊體驗咧係會大打折扣咯。